继续来关心新北市永和的文化路路面车雷意外，今仔日是发生的第3天，这个路面回吞的作业已经进行到差不多了。今仔日也是有不少的住户对着技师登去厝看这个房屋的状况。目前建商已经1户来发15000块的慰问金，因暗会甲住户过来开协调会，来讨论后续赔偿的问题。 手干大包小包，无度转去大个受灾户，只好先对工程师傅转去换一寡衫裤出来。二楼的玻璃破去，大门嘛必顺，一张死港意外，好带30-40年林先生真烦恼。我们怕那个地基板会受影响，那看拿东西，我们看看会房子有没有裂啊，或者是倾斜啊，有没有受损啊。 虽然伫厝内看无啥物状况，就惊讲看无的所在有问题，因为即摆要伫施工，目前有30户97个人被安排住伫旅馆，建商嘛1户发15000块的慰问金。 这个事件影响了住户哦，先在这边向各位表达一个很诚挚的抱歉哦，各位对不起哦。逐一的拜访住户，我们大概就是又在发放第2次的慰问金，每一户我们发了1万块慰问金，跟一个礼盒，跟各位住户做一个简短的说明跟致歉。经过施工单位连夜的抢修，目前道路已经打了10个的低压灌浆桩底，也就是代表说这个道路目前已经是稳固的状态，预计礼拜4民众就可以顺利返家。 是讲这受灾户有案的烦恼赔偿问题，因暗会开协调会，建商表示讲，后续房屋的鉴定会透过第3方的单位来进行，绝对未推卸责任。